再来关心风台的消息，风台三岛级伫中昼12:40为高雄小港登陆。这高雄甲屏东是透风落雨，若这风台速度同款是无啥紧，预估是继续向偏北的方向加起来。目前也是中度风台，陆上甲海上的警报也是维持。咱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。 中度台风山陀儿的中心总算在今天中午的12:40，在高雄小港登陆了。不过目前它还是在陆地上肆虐我们。自从它登陆以后，高雄、屏东是风强雨骤。 我们可以看它现在的位置，它登陆以后速度一样不快。目前在高雄东北方的陆地上，我们预估未来会往偏北的方向移动。由于我们预估它要往偏北的方向移动，虽然受到地形影响，但是按原本会直接越过中央山脉而言，被破坏的状况就会比较减缓。我们仍然预估北上以后它会逐渐减弱，但是目前还是一个中度台风。那逐渐北上，在影响我们的，尤其今天甚至到明天上半天，还是会以台风的形态影响我们，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。目前我们的海上警报和陆上警报区域依旧啊，海上警报是整个东半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。至于陆上警报区域，则是宜兰以南的区域。 桃园以南的区域，还有澎湖，依旧提醒，这几天一直在提醒，海面风浪非常的大。 风力也很强，但整个风力要到后天才会减弱，这是海面上的风浪状况。而且纵使减弱，依旧要提醒哦，因为不论是台风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，它逐渐北移，但是离我们并不远，所以沿海依旧有长浪的现象。今天一整天，我们今天有说过，今天一整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南部地区雨会一直持续的下，中间还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，而且短延时的强降雨会持续的发生。今天在台北山区、新北市、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，一直到台南以南，还有澎湖、绿岛、兰屿，可能出现局部的豪雨。其中在台北山区、花莲山区、屏东以及在高雄都可能出现大豪雨。